喂，你怎么回事啊？啊，我打你电话发短信，你又不接电话又不回，你到底怎么了？这孩子太不懂事了。问你，你那天在肚子上画个圆圈，什么意思？是不是怀孕了？你给我说实话好吗？你急死我了！哎，说话呀！你是不是怀孕了？林轩，你这个混蛋 ！Go to hell! Go to hell! 我明明是打给爱宝的，怎么会是汤米希接呢？喂，姐啊，你说有件事是不是太奇怪了？刚才我给爱宝打电话，是汤米希接的。哥们儿，你路子真够野的，和前女友调情还要汇报一下唐敏熙。有什么好笑的？对不起，我不笑了。你说那个东西啊，叫安全拦截软件，它肯定在你们家的时候悄悄动过你的手机，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所以你一打电话给他，他第一次只要不接，第二次你再打就直接转到唐敏熙的手机上。那怎么办？这次唐敏熙绝对气疯了，你还是先躲几天吧。那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好，那我试试吧。不过这种事儿我可不敢打保票啊。行了，听着吧。魏吉阳的一番话，真的把我搞得毛骨悚然。爱宝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转移到唐米希那儿？难道他那天那个手势是想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林轩，你这个混蛋 ！Go to hell！你说那个东西啊，叫安全拦截软件。他在你们家的时候肯定悄悄动过唐敏熙的手机，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所以你一打电话给他，他第一次只要不接，第二次你再打就直接转到唐敏熙的手机上。整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真的需要整理一下思路了。 Just don't understand. Just don't get it. Is he serious? I just don't get it. 我不明白 ，You know, I get it. 是我喜欢他，是我主动追他的，但他什么意思啊？还弄出一个孩子来？孩子，这绝对是个误会。你消消气儿，别生气了。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呢？那女孩是个精灵鬼儿，也许她就是故意骗林一轩，结果把你给骗了。我向你保证，这绝对是个误会。没错，是误会，但不是我误会他。也不能这么说。你们俩好之前，他早就跟那个女孩断了，这个我可以担保的。后来又遇到，只是偶然，不可能是林一轩有意安排的。有意，无意做的事情才是最可怕的。爱宝这么做，他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从整件事情来看，那天晚上爱宝的突然来访，
好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偶然，而是他精心准备、有备而来的。哇，那你一定很能干。我代替我爸跟你喝一杯，希望你在事业上好好帮助他。真的很抱歉。那他怎么办呢？我想办法吧。时间不早了，我先走吧。我先走。海宝那天故意把自己灌醉，趁我出去送唐米西，从我的电话上面得到了唐米西的号码。这一切的一切，回想起来太可怕了。哟，哎，怎么了？帮我个忙吧，行啊，什么忙啊？做我男朋友。啊？我男朋友？不行，这不是就演个戏嘛，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演戏还得，我哪会演戏呀？这门怎么帮你？哎，是不是兄弟啊？是。那你以后找我帮忙，我不帮你。那别呀，我想想行吗？想想。就演个戏而已嘛。怎么演呀？不如我们先演练一下。哎，来。海宝，爸，你过来。干嘛呀？我有事问你。那天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那天你对他这么做，什么意思？有吗？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你不会是怀孕了吧？妈，你说什么啊？人家男朋友还在这呢。别骗我。真没骗你啊。哎，爸，你干嘛？你小子过来，来。我跟你说啊，对他好点，否则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叔叔您放心，我肯定对他好。这人谁呀？我爸。你爸？这也太年轻了吧！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更适合你的。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喂，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现在这个样子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别拿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来耍我好吗？那小丫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那现在怎么办？OK，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现在就把那个小姑娘接回家，过几个月孩子生了，你又当爹又当外公的，多幸福啊！说实话，敏熙在事业上对我的确有很多的帮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我也知道他真心的喜欢我，可以说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这一点我不否认。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爱宝的出现，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也许我跟敏熙真的会开始走在一起。可是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既伤害到爱宝，也伤害到敏熙，我真是恨自己，我都干了什么？现在再想回头都已经不可能了。但公司怎么办？我不可能让个人的情感和公司的发展搅到一起，所以作为 partner， 有好多话我还必须当面的和敏熙讲清楚。咖啡。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我挺高兴的。其实说实话，我们之间真的没必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你今天来，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公司。我不想骗你，两者都有。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女孩，我对感情很直接。你知道，在国外喜欢一个人就是这种表现。我在乎的是这种感觉，感觉没有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米夏，从我们认识到一起合作，可以说是一份缘分。我们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把所有东西都去打碎掉，对吗？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说。你有没有认真的想和我开始？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 ，just for you。有。我想听真心话。爸，别再丢掉我好吗？可是，是不是因为你那个女儿？你知道吗？我
不能够理解你们那个变态的情感。我真的觉得很恶心，你知道吗？很恶心，我讨厌他，我讨厌那个女人，我讨厌他叫你爸爸。我知道这种感觉你不理解，其实我想跟你说，有时候有种情感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I'm done。我不想听。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你要不然让你那个女儿从我们的世界永远消失，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会再发生什么事。有句话我想告诉你，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把生意、公司和情感区分开，能行吗？你可能做得到，我做不到。行了，兄弟，你也别太难过，我也知道这段时间难为你了。放心，咱们还会有机会的。哎呀，心甘情愿了，也不用这么说，这没有到最后关头呢。女人有时候在感情问题上真的很可怕。谁呀？来了。嗨，老爸，又想干嘛，女儿？来看你啊，顺便给你个惊喜。叔叔好。是搞惊喜的。难道不请我进去啊？有人欠你的。你说这个啊是厨房，这个是我爸卧室，那个呢是我的卧室。爸，现在就你一个人啊？啊，一个人不挺孤单的吗？我觉得挺好的。哦，对了，爸，我之所以带吉米回家，是因为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嘛。那我交了男朋友，总得来认个家门啊。应该的。哎，爸，我肚子好饿，你有没有什么零食啊、方便面之类的？你知道我不吃零食，对吗？哎，吉米，你去厨房冰箱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好嘞。你搞什么鬼呀？你想干嘛呀？我没有想干嘛呀，
我是问你想让我干嘛？我就想让我经常回来看看你就好啦。哎宝，我刚才全翻了，你爸爸家什么吃的都没有。哎爸，你看呢？我给你们买吃的去吧。哎，那连续剧好像快要开始嘞。啊，你这是哪个台吧？这个。看这个。第一个回去上。就是看这个，看这个。这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结果。哎，这太逗了。没错，我可从没想到过。哎，你真让人信服，他就完全被迷住了。你认为他怎么样？可爱。好人。谢老爸，那我们就进去，不再是打扰你了。哎，这个好吃，这个。我没这么说。再听过吧。我做的对。我可没法关着窗户睡觉，我会冻着的。从内心来说，我也希望爱宝有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只需要安安心心的只做他的老爸。可我没想到爱宝会带着她的新男朋友来我这儿。当我看到这个年轻的男人真真切切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麻辣鲜师，明星宝宝取怪名。哎，爱宝，不觉得特别无聊吗？现在啊，有什么不好吗？在这里有的吃，有的住，我想要吃零食的时候，还有人买给我哎。
有劲吗？这样？你无聊啊？那我们去找点乐子去，走。嘿嘿嘿，你怎么进来的？我走着进来的呀。嘿嘿，你们俩都有毛病吧？他进来也不敲门，吓死人呐！爱宝说进您家不用敲门。想干嘛？那个爱宝说她想吃水果，那冰箱里有，去拿去。那些是没洗的。你不会洗啊？嫌我洗的不干净。喂，你是她男朋友，你帮她消吗？好吧，我知道了。把门给我带上。爱宝说带皮的补钙。毛病。爱宝，苹果洗好了。谢谢老爸。哎，我跟你说啊，我家里别弄乱七八糟的。我怕。可是我还想吃鸡翅哎。大小姐，都几点了？这大晚上吃什么鸡翅啊？明天再说吧，行吗？叔叔，其实我也想吃鸡翅。爸，叔叔，爸，你们是我叔啊。急好了。妈，喝水。哇，好香哦！这个啊？对，点点。我香，告诉你看哪个？有。哎，你说，咱俩跟这玩呢，把自己当做饭合适吗？那要不待会你先把这收一收吧。要是我挨了吗？好吧。太香了，我尝尝看。我也是水果，是吧？好吃。我就说我老爸不是盖的吧？
又怎么了？啊？爸，你今天做的鸡翅好像有一点太咸嘞，你可以去帮我买可乐吗？我说你们俩大晚上闹鬼呀！啊，这什么时候还不睡觉啊？哎，叔叔，你别生气啊，你别跟我们小孩子一般见识。哎，要不我去？行了，还是我去。谢谢叔叔啊。哎，叔叔，我要凉的啊。逸轩，这谁呀？我没打扰到你们吧？啊，没有，没有。看起来你真的饿了。真的很抱歉。你的女儿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找机会我请你吃饭，算是补偿。我还真没听说过，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拜托你别走了，行吗？我脑袋都大了。给我多加个这个。哎，我爸他好像回来了。该回来了。那，你们可乐回来了。你要3辆可乐。这辆可乐喝多了容易拉肚子啊。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的吗？一次性说完行吗？没了。真的没了啊？真的没了。没了，我睡觉去了。哎，不是，这是你爸吗？啊，你这都不带管的。是啊，电话、短信、微信、MSN 都发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这次他是玩真的了。那怎么办？投资的事儿就这么搁着。唐敏熙不跟进这件事儿，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我以为你们闹闹就完了，没想到。难道咱们的广告创意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我还真不信了。我看这样吧，明天呢，我亲自出去跑赞助去，公司你盯着。哥们儿，我必须提醒你，
你得认清楚形势。你以为你还是个小孩啊？30几岁的人了，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啊？这种能让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难道我们要放弃吗？难道你还相信那种只要有梦想，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童话？兄弟，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好吗？还有，米西呢，跟我在公司里边只是同事关系，你难道想我跪下来求他？你看，说着就急了。你的性格我还不了解，我没让你去求他，我只是现在跟你分析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的情况。咱们现在干的这件事，在圈里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次真的黄了，咱们在这圈可就不好混了。要不这样，回头咱们去找吴总谈谈，喝顿酒，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唐敏熙那儿，我去谈。你确实不是个求人的材料，这个事儿啊，咱们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作为朋友，我郑重的提醒你，这个公司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事业，必须要认真对待。再说还有那么多员工靠着公司来生活呢，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来思考。烤肉也会干里。这个公司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事业，必须要认真对待。再说还有那么多员工靠着公司来生活呢，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来思考。敏熙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做你的老婆，还可以给你一个光明的前途。不仅你需要敏熙，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熙。我只是希望你把生意、公司和情感区分开，能行吗？你可能做得到，我做不到。담기는 뭐 하나도 안 닮았더구만. 그리고 그 고모 나 만나면 막 얼굴 비벼대고 뽀뽀한다고 다 싫어요. 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好吗？难道咱们的广告创意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我还真不信呢。爸，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先坐好了说话。什么事？就是啊，我想要搬来住。那是你一个人呢，还是2个人呢？哎呦，你也知道嘛，我交了男朋友以后，学校宿舍就不能让我们2个进去了啊，而且我们又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所以我一定就想到你啦，谁叫你是我爸嘛？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老爸，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谢谢老爸。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在这儿住。照片。爱宝要求和她男朋友住在家里，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我有的选择吗？我没得选择，谁叫我是他爸呢？哇，看起来真挺不错的。那当然了。是宝宝你，加这个。你先尝尝咸不咸啊？这个不用加了，不用。好。喂，光吃面包小心噎着，这还有牛奶呢。连总好。魏总今天没来吗？啊，没有。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出去见一下李总，一会儿魏总回来的话，你告诉他我找他。好的。连总慢走。那王总，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好，那的话，唐总的事我一定会帮忙的。谢谢，下次聚啊。好的，唐总、魏总，再见啊。好，拜拜。哎。怎么样？你一出面，大家还是给你面子的吧？你就拖公司一把，毕竟这个公司也有你份儿嘛。这次我是帮你个人忙，公司的事我是不会插手的。好，就算我什么都没说。林颖轩最近怎么样？他还能怎么样？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责任心重的要命。现在终于肯放下身段，各种酒桌，各种 KTV， 陪各种大老板。你就让他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我天天不也这样吗？现在公司有困难，我们不能不管的，对吧？你心疼了？
谁心疼他了？我是怕你们给公司丢脸。最近还真是没少给公司丢脸。还有什么消息？你是说公司的还是逸轩的？公司的。没了，没了。那个叫爱宝的小丫头，最近有找过他吗？我没听说过，他可没跟我提过。不过这也说不准，那种小丫头很会粘人的。你怎么了？我没怎么了。你不是要见客户吗？怎么还不去？不见了，今天你帮了大忙，请你吃顿饭。我晕了。哎，你怎么皮削啦？我要吃没有皮的。是今早上才知道的。我也没说这是给你的。你们有没有想法？哥哥还不知道，不过他同意了，说我可以怀孕。责任感的人，要是出事后跟你一样怎么办？我反对的理由就是那个，你也不知道吗？啊？以后可能不会跟我一样。你怎么会知道？你们俩看电视能不能小点声啊？吵死了！你真是个狠心的孩子，你怎么可以对我？要是出生后和我一样的话，我也会好好的养大孩子的。那个孩子，他也是一个生命。不行，绝对不行，不能那样。老爸，你现在能不能敲门？能不能敲门？什么事儿？跟你借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啊？借个套。什么套？保险套啊。我给你找去啊！我给你找去。哇，处理公事啊！都在这，都在这，你拿好了。反正我用不着，来，起来。干什么？什么呀？什么事儿呀？我不干。
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更适合你的。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没什么，昨天晚上没睡好。跟他谈过了？还没呢。我知道你最近确实比较烦，你和唐敏熙的关系确实是需要调节一下，否则后面的事情更难办。我当然知道。啊，我还有个事儿找你。我现在还挺忙的，一会儿我去找你，行吗？你把公司的第一笔生意的所有的资料给我拿过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要备份。对。林总，您要的资料。放在茶几上的。林总还有别的事吗？没了，谢谢。
不行。哎，出门了。不是，这么晚你干嘛去啊？你不看几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大晚上出去多危险呀！你就不能一个人在家？乖啊。哎呦，宝，你怎么才来呀？里头人都快把我吃了。走走走走走。哎，等等。啊？怎么了？我有事求你。啊，说呢。那你求我呗。这样，你呢，今天充当我一天的女朋友，你说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办什么事儿，行吗？说好算话。当然了。走。这段时间，唐敏熙一直不来公司上班。我和他的关系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我也知道，如果唐敏熙真的退出，公司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所以，我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必须要去考虑如何和魏吉阳一起让公司更好的发展下去。唐敏熙不跟进这件事儿，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好吗？你以为你还是个小孩啊？30几岁的人了，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这种能让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难道我们要放弃吗？其实在我内心已经做出决定，从此以后不再依靠唐敏熙，我只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挽救公司。工作了一夜真的很累，特别想回家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可是，一想到回到家又看到爱宝和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样子，心里老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妈说，她同意让我们在这住嘞，跟你借个套，保险套啊。喂，你干嘛呀？找死啊！我你都不认识了？大叔，您说您干爹的年龄不干干爹的事儿，别挡着我啊！哎，碰我是吧？不碰我是吧？有一姑娘给你撑腰是吧？还真够爷们儿的。刘可，你又想干嘛呀？哎呀，年纪大了是记性不好啊。喂，我没工夫陪你玩好吗？赶快给我让开！得，跟你这种人啊，说不到一块儿去。实话告诉你啊，我今天来啊，是为了要给你投资的。给我投资啊？啊，
我告诉你啊，把你爹啊给你那点钱啊拿去买玩具去了。你这人别不知好歹啊！要不是受人之托呀，我肯定看你公司倒闭。是爱宝让你这么做的吧？问那么多干嘛呀？啊，拿去生活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赶紧给我滚蛋！哎，你这是干嘛呀？是你让刘葛到公司找我的吧？他去找你了，那太好了，公司有人投资了。我用不着，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小流氓吗？流氓的钱也是钱呢。我宁愿把公司关了，我用不着他给我钱。就只有你有自尊吗？别人的自尊都不值钱啊！以后我的事情不允许你管。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以后管好你自己的事。没事吧？怎么了？啊？大叔，早啊！走。大叔累不累啊？叔叔，您练这个有用吗？没用，练它干啥呀？行，我教你，你别把弄坏了。来，往后对，试好了，往这个啊，身体往前，夸，啊，对，往前，对，往前，来，再往后走。
保全。哦。爱宝去学校了，他舞蹈社有事儿，晚上自己回来。你跟爱宝认识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孩子，我想问问你啊，你爱他什么呀？其实就是感觉挺好的，挺聊得来的。聊得来就躺在一块儿了。你们就打算一直在我这待下去？这个，爱宝说了算，我听他的。孩子，别玩了，换衣服。来，我先敬你一杯。这样，我宣干为敬。我们李总对这次合作非常的重视，公司的高层呢也基本上都到了，可贵公司3位老总今天就到了您林总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啊，今天呢，真的不好意思，唐总和魏总呢临时有事情，所以呢让我代表他们来。这有传闻说贵公司的3位老总合作上出了一点问题，这不会是真的吧？那怎么会呢？他们的确是今天有事情。这样吧，林总，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我的助手都已经到了，你也得给我面子吧？您就说我该怎么做。唐总、魏总有事儿，人来不了，没关系。不过这个酒，你可得替他们喝了啊！不就是酒吗？当然应该的。您说怎么喝？每人罚3杯，3个人就是9杯。来吧，林总。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呢？啊，有点文件还没整理完。哎，对了，魏总，今天林总来找过您一趟，然后他看您不在，他说先去府李总的约了，等您回来再去找他。哎呦，这事儿我给忘了。不过没关系，有林总在，会搞定的。把今天的计划书给我看。就在这儿呢，给您。
好，林总，够意思。好有量。我向你保证，这绝对是个误会。你们俩好之前，他早就跟那个女孩断了，这个我可以担保的。后来又遇到，只是偶然，不可能是林一轩有意安排的。林以轩最近怎么样？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责任心重的要命。现在终于肯放下身段，各种酒桌、各种 KTV 陪各种大老板。现在公司有困难，我们不能放着不管吧？林夏，从我们认识到一起合作，可以说是一份缘分。我们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把所有东西都去打碎掉，对吗？我生平就喜欢你这样豪爽的人。来来来，摆这比较刚好，这投资的事儿啊，这就包在我身上了。来来来，来林总，我敬你，我给你倒了啊。林总去哪儿了？快来，快来，一起，来，一起，来，坐下，看，喝吧，来。走的，这林总，好酒量啊！啊，快去看看。一起，来，一起，来，坐下。哎呀。来，再满上。我给你满上，来。Someone else, and now she's losing. With every little footstep that she makes, it's bigger than the last one that she takes. Another little heartbeat seems to break. She's walking away. With every little footstep that she makes, it's bigger than the last one that she takes. She's walking away. He can't fathom his day. Love and one is bad enough. 哎，师傅，到了，师傅。哎，师傅，醒醒吧，您到家了。这边到家了。来，哎呦，您看您给我车这吐的，您得赔我点钱洗车去啊。来。哎，到家了，我扶您下去。把钱给我吧。用不了这么多，交给你。好，谢谢。来，我扶着您。好，慢走。来，走。哎呀，行不您？没事。好嘞，再见。
那女孩是个精灵鬼，她也许就是要骗一下林逸轩，结果把你给骗了。爸，姐，你好贤惠哦。明熙，等等，我必须告诉你，她是我前女朋友。林轩，我恨你！我生平就喜欢你这样豪爽的人。来来来，在这比较刚好，这投资的事儿，这就包在我身上了。好，我这敬你一杯，来，对。爸，哟，他怎么喝这么多酒啊？爸，你还好吗？哎，扶屋里去吧，一会儿吐沙发上啊。来，大叔，来走，大叔。